再来新闻来看一件啉酒醉5大事的消息，伫台北市文山区一间酒宅行，强呢，这个警报声一直弹，保全这个听到，随去现场看，想不到呢，有一台低高机啊，甲伊弄过来，还险啊无命。这运动会使看到一台白色轿车呢，冰甲呢，你看四脚翘上天，对伫边啊，这台这个低高机啊，就是造成冰车的原因。文山区一间酒宅行的姓郭的头家，伫今年2月20日下晡，伫酒宅行啉干咧醉茫茫，无识字去夹到警铃，安尼并叫警铃声大作，安尼一直弹。保全公司随派一个姓蒋的保全去看卖，伫保全驶车赶到现场的时，这个姓郭的头家呢，驶这低高机啊，为边仔一个甲弄过来，车就咧并过了，佮继续对这个保全甲大细声。警方到现场了，发现讲这个姓郭的头家有啉酒。酒测值有1.37，随甲掠起来，伊就杀入未遂甲上班。后来，这个姓郭的头家嘛真后悔，伊后悔讲酒后失控，真积极甲被害保全调解会失礼，最后2个人有和解。这个被害保全嘛撤回所谓告诉。